102年郭长成老师新网页内容。可按键加 F 键搜寻一作品目录。依制作时间先后列。未加分类。民国102年作品。2001 12 102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102除以6除以10。民国101年作品。2001 12。苗栗南仙谷风景区。101除以3除以25。苗栗南蓬莱溪自然生态区护理步道。11除25。苗栗南南老街101除以3除以25。101年阿里山赏樱之旅。101除以3除以22。蛇交配。101除以4除以2。101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101除以6除以12。101年西藏之旅。101除以5除以4。101龙舟赛。101除以6除以23。民国100年作品。2001 11。阿里山分铁嘉义车库园区。101除以4。大同之星。校友张俊美的故事。100除以1除以18。大同之星。校友黄淑芬的故事。100除以18。大同之星。校友柳志生的故事。100除以1除以18。100年出大同高商辞旧岁迎新年餐会暨退休义活动。100除以1除以20。野柳地质公园之旅。100除以2除以5。网页设计教学档案。塑胶容器。100除以1除以21。南方澳南天宫金妈祖。100除以2除以5。南投沙雕艺术节。100除以2除以4。台东拖木场。100除以2除以7。100年花在彰化西周公。100除以2除以12。太鲁阁游客中心。100除以2除以6。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之旅。100除以2除以7。复原蝴蝶谷温泉度假村之旅。100除以2除以7。古坑花卉研究中心。100除以2除以13。100年嘉义市中小联络市。100除以3除以2。女众看花博。100除以11。东石乡富安宫供奉日本警察神像。100除以19。后里月梅糖厂之旅。100除以3除以10。100年阿里山赏樱。100除以3除以31。100年春嘉义路头高空荡秋千比赛活动。100除以4除以3。100年湾角北极电绕境活动。100除以4除以3。新竹清泉之旅。张学良故居三毛故居。100除以4除以9。翻译慈济山茶园。100除以4除以9。
100年大同高商毕业照相，100除以3除以17，100年古坑荷包山桐花季，1以4除以17，观雾森林游乐区，100除以4除以10，100年伦贝洋香瓜节，100除以4除以30，100年四季2专统测试题，100除以5除以11，碧潭风景区之旅，100除以4除以24，100年台湾西瓜节，100除以5除14，西罗同稻田彩绘，100除以5除以29，桂根活村农业精品区落成启用，100除以5除以27，100年布袋端午龙舟赛，100除以6除以5，100年时端午龙舟赛，100除以6除以5，100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100除以6除以9，台南延平郡王祠，100除以6除以18，台南孔庙，全台首学，100除以6除以18，日本真爱亲王登陆纪念碑，100除以8除以31，溪头之旅，100除以7除以24，日月潭之旅，玄光码头玄光寺孔雀园，100除以9除以18，日月潭之旅，象山游客中心，100除以9除以18，四川成都九寨沟之旅，100除以6除以25，100年嘉义世纪孔，100以9除以28，嘉义新港板头村郊指点瞻艺术村，100除以6除以19，大同高商庆祝50周年校庆园游会，100除以10除以1，投射之旅，金针花海，100除以9除以18，投射之旅，活盆地，100除以9除以18，赛德克巴莱，林口雾社街，100除以11除以26，100年底大同高商蔡玉莲主任取席，100除以12除以24，100年竹崎乡湾角铁道公园平安夜活动，100除以12除以24，教学档案网页设计教学档案，桂林山水网页设计教学档案，动物园网页设计教学档案，泰国之旅网页教学档案，电脑绘图99除以3除以24，教学档案，电脑绘图2网页设计教学档案，塑胶容器100除以1除以21，网页设计教学档案，皮肤科网页设计教学档案，五随网页设计教学档案，成语网页设计教学档案，蜡笔小新民国99年作品2001时99年2010年大同高商月历大同高商毕业年次对照表99年出梅山赏梅99除以1除以3，林美石潭步道99除以1除以1，太平山之旅99除以1除以1。2. 罗东夜市一贴99除以1除以1，
99年初大同高桑反燕宣岛。99除以1除以4。99年1月份大同高桑晨间译文活动，赖平君同学介绍荞麦面。99除以1除以6。99年1月份大同高晨间译文活动，刘昭莹同学介绍大陆的女世界遗产。99除以1除以7。台南县北门乡金子角盐田。99除以1除以10。台南县北门乡北门九阴阴陈姓贵地墓园，成功阿姑的墓。99除以1除以10。99年1月份大同高桑晨间译文活动，资二甲林仪同学介绍自行车。99除以1除以。新竹北湖老街。99除以1除以17。98学年上学期大同高桑晨间译文活动学生上台简报总览。19大同技术学院与大同高桑建立策略联盟，西式阿里山食材之料理创新课程。99除以1除以12。五股文化村。99除以1除以17。99年初大同高桑辞旧岁迎年他修人一19除以1除以22。99年泰国之旅。99除以2除以7。99年嘉义市台湾灯会。日间拍照。99除以2除以26。27。99年嘉义市台灯会游行开幕式。99除以2除以28。99年嘉义市台湾灯会夜间拍照。99除以2除以26。99年嘉义市台湾灯会灯王。99除以3除以4。9年嘉义市台湾灯会日间拍照。99除以3除以2。99年嘉义市中小学联运开幕式。99除以5。99年嘉义县管乐舞蹈家年华会在主席。99除以3除以13。99年山林溪牡丹花开。99除以3除以31。99年古坑河包山油桐花开。99除以3除以31。99年大同高桑教师进修研习海洋与文化踏寻。99除以4除以8。99年大同高桑友爱学楷模选播颁奖。99除以4除以13。99年湾角北极电绕境活动。99除以4除以14。99年大甲妈祖绕境新港。99除以4除以19。99年大同毕业生照相。99除以3除以24。99年嘉义家福爱心游会。99除以4除以25。2001时台湾西瓜节。99除以5除以1。电脑绘图教学图档。90除以3。高教师研习教职员庆生会东仁国中国际英语村新永毛巾观光工厂。99除以5除以18。99
99年白和尚和99除以5除以22。99年大同高商校外教学。九族文化村。99除以6除以1。九族文化村。日月潭车体验。99除以6除以1。99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9除以6除以8。99年东石龙舟赛。99除以6除以城环境艺术。99除以6除以16。德源皮荷兰村。99除以6除以20。番坊921地震教育园区。19成龙国校。99除以6除以16。番坊921地震教育园区。99除以7除以9。亚洲大学之艺术品。99除以7除以9。番坊南头酒厂。99以7除以9。99年夏大同高商教师研习在亚洲大学。99除以7除以9。99年夏大同高商东港大鹏湾古迹生态之旅。99除以8除以18。99年嘉义太空展。泰坦9除以教5随蒜头糖厂蔗城文化园区。99除以8除以29。台南县水质生态教育园区。99除以9除以12。教学档案。皮肤科麻豆古港文化园区。9除以9除以12。关田葫芦皮。99除以9除以12。房顶福安宫。99除以9除以17。99年古坑大部竹笋节。99除以9除以18。嘉义县太子大道通车典礼。重机车队。99除以9除以23。99年嘉义控。99除以9除以28。访台中彩虹眷村。99除以9除以25。嘉义县太子大道通车典礼。99教案。桂林山水网页教学档案。动物园网页99年番路狮子节。99除以10除以10。99年嘉义市高中职校艺术与人文社团校际联展。99除以10除以30。教学档案。泰国之旅网页台南县江家古厝。99除以10除以16。教学档案。电脑绘图2星竹内湾之旅。99除以4。情人湖公园。99除以11除以15。竹类制品展示。五股文化村。99除以11除以14。基隆庙口夜市一贴。99除以11除以14。莺歌陶瓷博物馆。99除以11除以14。野柳海洋世界海质馆。99除以11除以15。野柳海洋世界看表演。99除以11除以15。台铁 Court 271车直
竹崎乡99年度旗舰计划年终联合成果展。99除以11除以27。嘉义市99年都市原住民联合分祭。99除以12除以4。99年大皮酸菜节。99除以12除以5。99年大皮酸菜节。99除以5。大皮酸菜馆。99除以12除以5。台糖357号蒸汽火车头。99除以12除以5。大皮旧国小。99除以12除以5。99年底竹崎高中创校55周年校庆。99除以12除以11。眉山太平。2间。99除以12除以19。99年底嘉义市花海节。99除以12除以20。99年底湾魔幻耶诞夜。99除以12除以24。99年底湾角原城堡50周年校庆。99除以12除以25。99年底嘉市管乐节彩街。99除以12除以25。阿里山分铁25号蒸汽火车到竹崎车站。99除以12除以30。作品。98年。2009。大同高商业力。98除以1除以5。港口宫。98除以1除以1。台北门看黑色燕鸥。98除以1除以4。98年初大同高商寒冬送暖活动。98除以1除以8。98年初大同高商实用技能学程访视。98除以1除以5。98年初高商辞旧岁迎新年餐会暨退休人员联谊活动。98除以1除以19。水牛错牛将军庙。98除以1除以20。98年春节嘉义县长陈明文发红包。98除以1除26。瑞里第一景。云潭瀑布。98除以1除以11。怀旧风情。拜访交丽坪车站。98除以1除以31。怀旧风情。拜访水社寮车站。98除以1除以31。98年盐水风炮盛会。街头一贴。98除以2除以9。中埔五虎寮角修护。98除以24。994。98除以2除以14。新营市天鹅湖。98除以2除以9。港口宫盛况。98年春节初二。98除以2。乌树林糖厂休闲园区。98除以2除以9。大林三角里北市社城公园自行车道。98除以1除以28。98年社头清水岩新春茶花生态展。98除以2除以1。探访湖口湿地。98除以2除以8。8年水风炮盛会。水仙花雕刻艺术展。98
98除以2除同高商毕业生拍照。98除以2除以23，大林招庆禅寺。98除以2除以3，大皮乡丰田村成功。98除以2除以21， 98年大同高商业时拍照。98除以2除以23，成龙湿地台子村渔港。98除以2除以22， 98年大同高商师生三观两科院。18除以2除以27，阿里山森林铁路竹崎张老寮段路基坍塌。98除以2除以21， 98年东荣国中3周年校庆活动暨新校舍落成典礼。98除以3除以2， 国立中兴大学。98除以2除以28， 三坊鹿港文物廖文开书院。98除以3除以1， 成大蒸汽火车。98除以3除以22， 探访地。98除以3除以15， 98年花在彰化一州公园花展。98除以3除以2， 统一梦时代购物中心。98除以3除以18， 汉神巨蛋购物广场。9除以18年同高商班暨8人跳绳比赛1。98除以3除以6， 98年大同高商班暨8人跳绳比赛2。98除以3以13， 98年嘉义市中小学联运开幕式。98除以3以10， 98年阿里山赏樱。98除以3除以21， 98年春大同高商校外教学九族文化村之旅。98春除以27， 98年春到林内看子斑蝶。98除以3除以28， 98年春嘉义市下路头高空荡秋千比赛。98除以3除以29， 九族文化村之旅。98除以27， 98年大甲妈祖绕境至新港。98除以3以24， 98年大同高商师生三观无缝技术学院。98除以4除以9， 98年爬独立山。98除以4除以12， 98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8除以4除以10， 98年春古坑荷包山赏油桐花。98除以4除以19， 98年中和国中生涯发展教育博览会。98除以4以10， 98年竹崎高中校园整建完成暨53周年校庆。58除以4除以18， 国立湖北科技大学。98除4减模拟。98除以4除以22，调查局副刊组来校做查会选法令宣导。98除以4除以20， 98年陆满国小100周年校庆。98除以4除以25， 98
年夏大同高商庆生会，98除以4除以24，国压义大学昆虫馆，98除以4除以29。98年嘉义区高中职学生创意社团博览会，98除以5除以2。98年大同高商庆祝母亲节音乐会，98除以5除以4。98年大同杯全国钓酒大赛，98除以4除以29。准99。98除以5除以3，竹山的开基祖灵起公墓，98除以5除以3。2009台湾西瓜节，98以5。师生参访大同技术学院，98除以5除以7。98年大同高商观光科师生参观大同技术学院太保校区，98除以5除以8。98年初夏田中森林步道，98除以5除以3。圆潭生态园区，98除以5除以17。高商祝贺梁家瑜录取国立嘉大辅导与咨商系，98除以3。年家范杨大会，98除以5除以9。98年大同高商教师进修书法研习，98除以5除以20。乌山风景区步道看猴子，98除以5除以24。98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8除以6除以10。大同高商观光科师生日本琉球参访之旅，98除以5除以31。9参访之旅全98除以5除以31。82年7月大同高商琉球冲绳之旅，98以6除以11。98年新港国中新建校舍永庆楼落成菜，98除以6除以22。彰化郑成功庙96。东市90除以28。98年大同高商教师校内进修文创产业经营连山彩绘98除以6除以30。莲子98除以6除以30。98年大同技术学院毕业除以水以7除以5。小虎佛山98除以7除以5。八卦山非119军机公园98除以6除以26。江家古厝98除以7除以5。无缝角角段98除以8除以12。八卦山以墨宝台和平纪念公园8除以6除以26。98年民雄大视野文化季98除以9除以11。虎尾兴隆毛巾观光工厂98除8除以12。98年大同高商新生训练98除以8除以28。98年大同高
商官3甲中餐烹调实习。98除以9除以25。98年大同高商防火逃生避难演练。98除以9除以25。98年1月赵湾角晚会。98除以9除以27。98年嘉义市祭孔。98除以5以28。98年大同高商庆祝校庆卡拉。OK。98除以10除以2。2009番路世子节。98除以10除以17。98年大同高商与大同技术学院策略联盟计划。采花制作。98除以10除以23。98年9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8除以10除以19。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玛雅文化介绍。98除以10除以20。98年秋淡水游。98除以10除以20。98国会除以20。21淡水红毛城。98除以10除以20。三观圣约翰科技大学。98除以10除以10。大同高商98语文竞赛颁奖。98除以10除以10。淡水渔人码头。98除以10除以20。台北站周边随手拍。98除以10除以20。98年中埔乡孤恋花农展品特展。98除以10除以24。98年夏营业文。98除以10除以25。艺人国小。98除以11除以1。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脸书。FACA。介绍。98除以10除以27。9高职实习工作会议。98除以10除以28。29月潭风景区文武庙。98除以10除以29。月潭景区游湖。98除以10除以28。日月潭风景区涵碧步道。98除以10除以29。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大爱慈济介绍。98除以11除以5。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咖啡介绍。98除以11除以4。98年第1学期第1次期中考各班前3名颁奖。90除以11除以2。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学年学分制介绍。98除以11除以6。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吴春秀老师介绍三国人物。关于大同高商98年商资2甲教室布置第1名。98除以11除以6。98年竹崎乡干秸秆美人演播艺。98年大同高商反毒宣导。98除以11除以9。98年第9届华容杯海峡两岸彩妆大赏在美2甲囊括前3名现奖。98除以11除以2。
大同高商98年时，官2甲班烘焙实习。披萨实作98年底，大同高商实用技能仿制。98除以11除以12。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刘仲强老师介绍日本富士山。98除以11除以12。98年度全国高职图书馆工作会议。98除以11除以6。17。98年底探访民雄鬼屋。98除以10。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辅导是周五感动时间。98除以11除以13。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刘仲强老介绍。98除以11除以19。嘉义车库园区。98除以11除以17。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徐玉慧老介绍。98除以11除以18。尖山皮江南度假村。98除以11除以19。尖山皮江南度假村露营区。9除以11除以19。98大同高商周会活动，西太务演讲。98除以11除以23。99年2010大同高商月历。98除以11除以24。涉清水盐整修。98除以11除以22。98大同商租税宣导。话剧表演。小茶壶剧团演出。90除以清水岩18湾挑岩古道。中央岭步道。观音步道。98除以11除以22。98年鳌骨湿地赏米。98除以11除以21。98年底大同高商班际3球赛。98除以11除以25。98年嘉义市第5届标舞节。98除以11除以28。走马赖农场。9除以11除以26。98年底美容美发竞赛得奖朝会时。98除以11除以26。关子岭岭顶公园梯。98除以11除以29。98年3合1选县市长得票数。98除以12除以6。阿里山国民中小学。98除以12除以9。阿里山公路88水灾后重98除以12除以9。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介绍2010台北国际花博。98除以12除以9。大同高商98年底班际排球赛。98除以12除以9。98主题高中54周年校庆。98除以12除以12。98年底奋起湖之旅。98除以12除以9。阿里山公路唐山芙蓉。98除以12除以12。出口龙隐寺天长的教。98除以12除以12。98年12月份大同高商间艺文活动后遗竞奖。你
最后悔的是什么？98除以12除以10。大同高商98年12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8除以12除以14。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徐玉慧老师介绍美丽宝岛。98除以12除以16。98年大同高商农技策略化认识。QR code。吉安人里社区颁放。98除以11除以17。大同高商98年底颁排球赛。98除以12除以16。98年底嘉义市花海节。98除以12除以18。98年底大同技术学院98级专题毕业联合成果展。98除以12除以18。2艺术18除以19。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刘仲强老师介绍日本怀石料理。98除以12除以17。2009年中华杯美容美发竞赛。98除以12除以20。2009年中容美大同。98除以12除以20。元崇国小49周年校庆运动会。98除以12除以19。98年12月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陈怡贤老师介绍古代人吃石磨。98大同技术学院与大同高商建立策略联盟，西式阿里山食材之料理创新课程成果展。98除以12除以22。银色。98除以12除以24。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刘仲强老师介绍日本之新年。98除以12除以24。98年12月份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徐玉慧老师介绍耶诞节。98除以12除以23。98年底嘉义市管乐节户外展。98除以12除以27。98年底嘉义市管乐节彩街。98除以12除以26。大同高商毕业年次对照表。98除以12除以25。98年底嘉义市管乐节。北市民生国中乐团演奏。98除以12除以27。98年12月份大同高商晨间活动。辅导式活动。时间的价值。98除以12除以25。98年12月份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庄方瑜同学介绍垦丁旅游。98除以12除以29。98年12月份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李佩芬同学介绍茶。98除以12除以30。98年12月份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江岳峰同学介绍大雅汽车修护厂。98除以12除以31。98年12月份大同高商晨艺文活动，范振荣同学介绍国内2001石跨年活动。
98除以12除以31。民国97年作品。2008。减煤3赏煤。97除以1除以1。97年出胡子国中校庆创意进厂。97除以1除以4。96年大同高商12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7除以1除以7。96学年上学期大同高商实习商店大拍卖。97除以1除以11。大同高商97年毕业生拍团体照。97除以3除以6。大同实践前老师介绍年画。97除以1除以8。97年大同高商赢家市中小学联运圣火。97除以2除以19。97年嘉义市中小学联运开幕式。97除以2除以20。大同高商97年毕业生各班拍生活照。97除以3除以6。97年9份之旅。97除以3除以22。97年10分瀑布之旅。97除以3除以23。乌石渔港。97除以3除以23。2008年总统大选开票夜。97除以3除以22。97年第一季大同高商师生庆生会。97除以3除以28。台南县南化水库。除以是下路头高空荡秋千比赛活动。97除以4除以12。97年阿里山赏樱。97除以3除以30。南化军事公园。97除以4除以6。97年大同高商模拟选。97除以4除以11。97年大同高商学生走秀定妆。underscore 春天游戏。97除以97年大同高商与大同技术学院策略联盟茶道研习成果展。97除以4除以22。大同高商97年春3对3篮球赛。97除以4除以23。春天游戏。97年大同高商与大同技术学院学生走秀展演。97除以4除以23。大同高商祝贺资三甲班廖婉婷高职繁星计划推荐甄选录取国立高应大资管系。970422。古坑荷包山步道。97除以4除以27。97年坑荷包山赏桐花。97除以4除以27。嘉士文新假日花市。97除以4除以27。2008桃侯雕刻展在大同高商。97除以4除以29。97年大同高商防疫宣导。97除以5除以5。大同高商诸三陈进高职繁星计划推荐甄选录取国立湖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970501。大同高商举办四川强震爱心5除
11。97年大同高商防震避难演练。97除以5除以2。大同高商祝贺官3甲班黄汉堂同学经体育绩优推荐甄选录取国立嘉义大学体育系。97除以5除以19。2008台湾西瓜节再斗6。97除以5除以17。2008台湾西瓜节。新奇西瓜。90以5除以17。2008台湾西瓜节。新品种西瓜。97除以5除以17。97年大同高商欢送高3毕业生活动。97除以5除以22。东荣国中。97除以5除以26。飞沙国中。97除以5除以26。97年下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活动。佛光山。97除以5除以23。97年下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活动。统一梦时代购物中心。97除以5除以23。97年下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活动。三观国立高雄参旅学院。95除以23。97年后地国中升学博览会。97除以5除以27。后地国中。97除以5除以20。97年义竹国中升学博览会。97除以5除以28。97年元长国中升学博览会。97除以5除以29。布袋国中。97除以5除以30。王氏家庙。95。专阳石龙舟赛。97除以6除以8。元长国中。97除以5除以29。97年下大同高商校内黑关马路观察。97除以6除以9。97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7除以6除以10。97年中和国中毕业典礼。97除以6除以13。97年下大同高商校园蓝天白云。90除以6除以9。97年大同技术学院毕业典礼。97除以6除以14。97年4季2专统测试题。97除以6除以10。97学年度4季2专独立招生试程公布。97除以7除以1。彰湖风光。97除以6除以15。万苗谷。97除以6除以15。97年下关2甲中餐烹习。97除以6除以19。97年大同高商校内教师修艺术生活树枝土认识与习作。97除以6。97年大同高商教师进修发现植物之美。花草树木生态研习。田尾。97除以6除以27。门市服务丙级技术士技能检定术科测试笔试试题。97年属同高商美容科。意见活动。97除以7除以。
97年大同高商教师进修。爱我乡土，布袋红树林生态研习。97除以7除以10，大雅得意奉天堂三访宝福宫。97除以7除以13，剑湖山世界。97除以8除以7。97年嘉义县五虎寮角角墩冲会角面对。97除以9除以16，台湾省议会纪念园区。1除以9，技术。97除以9除以19，大溪老街。97除以9除以21，慈湖纪念雕塑公园。97除以9除以2。97年嘉义世纪孔大典。97除以9除以28， 97年后丰大角角段。97除以9除以19，慈湖林90比211。97年嘉义市庆祝教师节民歌演唱会。97除以9除以26，嘉义北回归线标志建标100周年纪念活动。97除以9除以27，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观2乙，三观奈斯王子饭店。97除以9除以30， 97年大同高商庆祝校庆卡拉。OK。比赛。97除以10除以3，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三观奈斯王子饭店。97除以10除以3，大高商观光科学生。观三甲。三观奈斯王子饭店。97除以10除以2， 97年9月份大同高商各类达人颁奖。97除以10除以6， 97年10月嘉义水上机场开放。97除以10除以18，正修科技大学。97除以10除以16，西兰森林游乐区。97除以10除以12，西兰神木园区神木群。97除以10除以12，交通大学。97除以11除以11， 97年秋大同高商学生走秀活动。97除以11除以1， 97年秋大同高商师生攀登大尖2尖3。97除以10除以20，从真爱码头高雄港。97除以10除以16，访竹山子南宫。97除以10除以26，竹山公园。97除以10除以26，竹山公园。国军太旧武器陈列场。97除以26， 97年大同高商防火逃生避难演练。97以10除以24，访文田酒厂。97除以10除以29，访北湖老街。97除以11除以12， 97年义士马后联合丰年祭活动。97除以11除以23， 7年秋大同高商师生华山健行活动。97除以11除以7， 97年大同高商学生实弹射击。97除以
11除19系大同9以11除以21新竹马武都度假村97除以11除以12六家店长寿角97除以11除以28沈光文纪念碑97除以11除以30 97学年杜春晖关怀艾滋远离毒品高中职学生热舞大赛97除以12除以5 97年底大同高商业实用技能学程卡拉 OK 比赛97除以12除以5 9瓮97除以12除以6 97台湾高粱酒节17除以12除以6 2008嘉义市花海节91除以12除以6高雄市中央公园97除以12除以8参访高雄高商97除以12除以18 2008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彩街971220 9底大校外7除以20元崇国小幼园97除以10除以5 97年底嘉义市民生国中校庆活动97除以12除以31 97年底大同高商校外教学高雄之旅17除以12除以12 97年底大同高商3对3篮球赛17除以12除以11大同高商3加2008中华杯美容美发大赛胜利归来97除以12除以29 97年大同春晖才艺竞赛97除以12除以31 2000美容赛97除以12除以28 96年作品2007鳌骨湿地东石港口公台铁 8651蒸汽火车头大同高商95学年班级排球赛1大同高商95学年国际班烘焙课程大同高商95学年春晖才艺竞赛大同高商95学年班级排球赛2 96年七股黑面皮路高铁嘉义站七股海堤大同高商95学年球赛4 96除以1除以9教师组队96年梅山赏梅大同高商95学年班级排球赛3 96除以8太兴风景区太平风景区望丰台之本森林游乐区96年初大同高商校长交接96除以2除以6 6年一师商教职员自强活动知本森林游乐区关山骑自行车96年春竹骑大展关山清水公园屏东车城海生馆嘉义市后山蓝潭孙子寮步道大同高商教职员自强活动车城海生馆会糖厂11号蒸汽老火车头大同高商教职员自强活动关山行车
沙山猪多毛，台东市铁马到台东市石鼓，绿色隧道台东路湾，大酒店，丰港烤鸟台东，世家美浓民俗，村妇人乐师，三天蒙福，公刘先生木雕美浓民俗，村安平树屋德记洋行，台湾开拓史料蜡像馆，安平林默娘公园2007，台湾灯会再加一股坑绿色隧道，新港花田之旅，火鸡森林，96除以3除10，头角工业区黄昏市场，96除以3除以10，新港三间村社区营造，96除以3除以10，梅山太平96除以3除以11，梅山太平国小9除以3除以11，梅山老翁陈在天竺拐杖高手96除以3除以11，梅山碧湖山观光茶园96除以3除以11，梅山龙眼风景区休闲步道往2间大尖山96除以3除以11， 96年大同高商高三毕业生团体照96除以3除以16，故宫南院院景馆96除以3除以17，嘉义县消防局路口意向96除以3除以10，福岛湿地96除以3除以18，台大观光园96除以3除以18，分园宝藏寺96除以3除以18， 2007两岸传统花灯交流展，分园宝藏寺96除以3除以18，彰化背跳庙90除以18， 96年嘉义市中小学联运开幕典礼96除以3除以21， 96年官三甲乙班校园烤肉90除以3除以22， 96年大同高商第一季师生庆生会96除以3除以22， 96年大同高商蓝潭健行活动96除以3除以23， 96年大同高商我爱大地春耕播种活动96除以3除以23，国立嘉义大学蓝潭校区96除以3除以23，林内公园96除以3除以25，林内公园济公庙96除以3除以25，嘉大蓝潭校区园艺技艺中心96除以3除以23，林内公园龙过脉森林步道6除15，公园鸟居96除以3除以25，会写英文字母的蜘蛛96除以3除以24， 96年大同刚毕业生各班生活照资三甲96除以3除以16， 96年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官三甲乙96以3除以16， 96年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电商三甲96除以3除以16， 96年
大同高商毕业设班生活照。商资3甲，96除以3除以16。9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叶石季秋3甲乙，90除以3除以16。蒲子波斯菊花海，96除以3除以29。大于96年林内子班蝶记，96除以3除以31。功夫画家杨清富乡土画展，96除以4除以1。年大同高商以及电脑检定及格名单，林义杰授颁嘉义市荣誉市民证，96除以4除以4。台中麻园头长春堂玄天上地小北极电进香，96除以4除以8。96年大同高商杨陈金甄选进入嘉大96年湾角北极电3访之旅，96除以4除以7。斗六玉凤宫，96除以4除以7。斗南京中，96除以4除以7。林内进雄宫，96以4除以7。八卦山九龙石汉书法石刻，96除以4以7。96年大同高商图书心得比赛嘉义剧报报道郭长成老师网页的作丰富，96除以4除以10。八卦山风景区，96除以4除以7。921地震斜塔纪念地，96除以4除以7。彰化福圣山农园，96除以4除以7。高速公路替霸广告，彰化96除以4除以7。96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6除以4除以13。大同高商罗惠美主任获选嘉义市校行楷模，96除以4除以12。96年大同高商3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6除以4除以9。96年银河国中升学博览会，96除以4除以11。96年大同高商我爱大地系列活动植物观赏，96除以4除以11。我们关一甲这一班，96除以4除以16。大同高商关一甲调90席，96除以4除以16。96年大同高商我爱大地系列活动动物的观赏，96除以4除以17。96年大同高商实弹射击打靶，96除以4除以18。96年大同高商射击预习，96除以3除以14。自由时报报道郭长成用镜头写日记夫子网站大热门，96除以4除以24。自由时报报道大同高商校园黑关马路筑巢，96除以4除以26。96年爬独立山，96除以4除以28。大同高商校园马路观察，96除以4除以27。22/5。96年大同高商电脑中文输入检定960428公尺元。96除以4除以29。
东石港口公进乡。96除以4除以29。96年大林国中升学。计值。9除以4除以25。96年大同高商防震避灾演习。96除以5除以4。台南一中。96除以5除以4。六龟庙会。96除以5除以6。嘉义市国中技艺竞赛颁奖季成果发表会。960510。2007台。96除以5除以5。台湾西瓜知多少？96除以5除以5。2007台湾西瓜节。吃西瓜大胃王比赛。96除以5除以5。2007台湾西瓜节。西瓜果季料理大赛。96除以5除以5。2007台湾西瓜节。96除以5除以5。迷你西瓜。96除以5除以5。96年大同高商母亲节活动升平国中校舍改建落成典礼。除以96同高商母亲节活动。96除以5除以11。竹崎乡白起村黑关麻路。96除以5除以13。参访嘉义福宫。96除以5除以13。96年大同高商4月份同知新颁奖。96除以5除以14。96年大同高商密宣导。96除以5除以14。中埔乡成功村黑关麻衣。96除以5除以14。大同高商祝贺连俊一录取古高音大。96除以5除以18。大同高商祝贺贝博录取国立南艺大。96除以5除以18。中埔乡成功村黑寡路2。96除以5除以19。96年4季2专统测家商考场。大同技术学院考场。96除以5除以19。大同高商祝贺杨玉成录取国立台湾体育学院。96除以52。大同高商96年教师进修鳌骨湿地生态研习。96除以5除以23。大同高商师生职场3观光全景饭店。96除以10除以19。96年大同高商校外学攀登独立山活动。96除以5除以25。大港山景区。96除以5除以20。中埔乡吴凤庙黑关麻路观察。96除以5除以27。96年夏家市后山蓝村子寮步道生态观察之旅。96除以5除以27。中凤纪念园。96除以5除以27。中埔乡吴凤园州族舞蹈表演。96除以5除以27。中埔乡吴庙。96除以5除以27。半天岩子云寺。96除以同高商庆生会。96除以5除以31。
新中横公路景观。96除以6除以3，阿里山乡十字社区。96除以6除以3，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96 6公路景观，龙美西顶。96除以6除以3，自由时报采访大同高商林县秦校长。96除以6除以4，年大毕业典礼。96除以6除以8， 96年夏第11届大同杯心算技能技数学比赛。96除以6除以10，水稻机器收割。96除以6除以10， 96年大同技术学院毕业典礼。96除以6除以16，新化中心林场后步道。96除以6除以17， 96年白河赏莲。90除以96年嘉县端午节冬时龙舟赛。96除以6除以19，南平休闲农业村新化王家军羊肉。9以6除以17，白河小南海看白鹭鸶。96除以5以18， 96年竹崎高中毕业典礼。96除以6除以2， 96年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马来西亚参访之旅。96除以6除以11， 96年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马来西亚访之旅。第96除以6除以11， 96年上大同高实习商店期末大拍卖。96除以6除以23，道交技技管理学院。96除以6除以28，嘉义溪口北白川宫纪念碑。96除以7除以2，藤枝森林游乐区。除以豆花宇宙式虾卷。96除以7除以15，台江四草湖之旅。96除以7除以15，台湾第一街。96除以7除以15，高雄观音山风景区。96除以2， 96年民雄大视野文化祭。96除以9除以4，甲仙街头。96除以7除以22，鹿谷小半天风。96除以7除以29，小半天德兴瀑布。96除以7除以29，嘉义市228纪念馆公园阿里山分铁嘉义。竹崎间行驶25号蒸汽火车。96除以7除以28，万丹尼火山。96除以9除以2，嘉义市石头资料馆。96除以9除以11，大同高商朝会时间。_国文诗歌朗诵。96除以9除以11，大同高商朝会时间。_英语绘画。96除以9除以12，大同高商朝会时间。_日语绘画。96除以9除以13， 96年大同竞赛。96除以9除
除以17，行家调角落成通行典礼。96除以9除以23。96年嘉义世纪孔大典。96除以9除以28。96年大同高商校庆卡拉比赛。96除以9除以28。吉月赵湾角秋节晚会。96除以9除以28。年大高商师生嘉义市古迹群里。96除以10除以5。等高商96年9月份大同之星。96除以10除以8。9年第5届台湾设计博览会。96除以10除以10。头份及公3访嘉义宝福宫。96除以10除以20。黄昭荣老师立校演讲声誉教育器官捐赠。96除以11除以5。丹香之旅。牡丹水库。96除以10除以21。头11。牡丹香之旅。牡丹水上草原。96除以10除以21。牡丹香之旅。哭泣湖。96除以10除以20。牡丹香之旅。石门古战场。96除以10除以21。奋起湖大洞山。96除以10除以31。奋起湖老街。96除以10除以31。96年夏大同高商实弹射击打靶。96除以11除以14。高雄柴山步道之旅。96除以11除以18。台北市木大动物园。6除以10除以27。96年秋大同高商师生攀登奋湖大。90除以11除以23。嘉士学生校外会96学年度春晖宣导高中职学生热舞大赛。96除以12除以5。96年义竹国中校庆运动会。96除以12除以5。96年大同高商班级读书会。96除以11除以30。独立大鼎践行。96除以12除以9。96年大吉国中校庆动会。96除以12除以7。96年私校协会嘉义会办天研践行活动。96除以12除以8。战英法师肉演讲。96除以12除以10。96年秋官三甲中烹饪实习。96除以12除以12。96年底电脑中文税。96除以12除以17。96年大同高商观光学生日本参访之旅。96除以12除以19。96日本旅。96除以12除以19。96年底大同高商春才艺竞赛。96除以12除以28。96年大同高商光科学生日本参访之旅。林校长拍照。96除以12除以19。96年资讯月台南资讯展。96除以12除以31。
95年底加新国中校庆运动会。96除以2除以29。96年日本之旅。东京迪士尼乐园。9除以12除以22。96年底新港国中校庆创意进场。16除以12除以28。96年底大同高商3对3篮球。96除以12除以17。96年底师生排球赛。90除以2006。94年3对3斗牛篮球赛295年初3对3斗牛篮球赛395年初3对3斗牛篮球赛4美德让世界西超细腻火车模型94年底春晖才艺竞赛美丽的灯塔要饭讲的是艺术95年眉山韩梅莫放高雄冈山空军展示场95年初实习商店期末大拍卖活动兴达渔港观光鱼市中仑温泉2006年台湾灯会在府城95年泰国巴达雅6日游全于宁靖王墓新营天鹅湖盐水武庙盐水猪头饭盐水文物馆盐水火车站盐水八角楼东山福佑宫天公庙东山福佑山登山步道台南大洞山之旅观紫岭先祖庙白河基隆山台西北口派出所3条轮海清宫高清天庙整建95年阿安赏樱之旅95年关三甲附高雄校外三关教学麻豆带天府麻豆林家古厝麻豆总爷糖厂麻豆台糖348号蒸汽火车头皇家古厝实车麻豆台糖375号蒸汽火车头教育部莅临研习会场95年大甲妈祖绕境道新港95年嘉义市中小学95年天上帝庙高空荡秋天比赛东石国中95年东石国中技职博览会95年东余国中技职博览会江南度假村尖山库95模范银河技职博览会95年湾角邮局开幕庆祝活动95年班际波河赛95除以5除以1 95年班际波河赛95除以2 95年班际波河赛95除以5除以3 5年班际波河赛95除以5除以5 95年班际波河关亚军赛95除以5除以8台东原生应用植物园台东木碑南文化公园史前博物馆之5星级厕所95年大同高商母亲节捐血跳蚤市场义卖活动95年白河赏河白河地云寺地路景观公园白河庙口小吃95年水上国中升学就业博览水上国中升学就业博览会各校特色表演水上国中95年嘉义5月5龙舟庆端午欢乐嘉年华开幕式95年嘉义5月5龙舟庆端午欢乐嘉年华重型机车展示95年嘉义5月5龙端午欢乐嘉年华龙舟赛95年嘉义5月5
龙舟庆端午欢乐相关活动。BMW 1200 route. 停机车后地田野乐。金辽圣十字架教堂后地田野乐。9米乐后地田野乐。金辽皇宅后地田野乐。金辽阮家古宅后车站怀古为农95年嘉义区高中职社团博览会95年大同高商典礼95年新东国中升学博览会新东国中南营绿洲新营卯新市老赵天展南营路出公共艺术家年华湾角中心镇95年升平国中毕业典礼95年桑兹一甲班校园烤肉屋山头水库风景区东都唐荣砖窑厂2006西罗大角文化节活动2006西罗大角文化节摊贩天2006西罗大角文化节大角历史照片展2006西罗大角文化节国内的女铁脚照片展2006西罗大角文化节国外的女铁脚照片展脚梁支新建2006下家市标舞节活动大华公路3隧道半天岩观赏亭半天岩紫云4亿北回归线天文广场95年青少年交通安全宣导小型赛车加大车业重型机车展市竹崎光禄庙95年民雄大视野文化祭95年王宫渔火节二林市牛面二林路世界观光牧场二林路博士修农场番路大湖风情95年的长安普渡金鲁土地公庙鹿塘展售彰化东渔年金生窝河大甲林市真孝房无期观光鱼市无期渔港铁针山风景区铁针山风景区延平郡王正成功雕像铁针山风景区里程发木雕铁针山风景区西陵宫铁针山风景区军人中陵祠铁针山风景区军事武器公园铁针山风景区永信运动公园铁针山风景区国姓庙铁针山景区建景大甲第一市场大甲镇澜宫燕巢风景区山燕巢风景区泥火山燕巢风景区新阳女湖燕巢风景燕巢风景区中辽山看南二高95年幼教电脑应用研习班内门紫竹495年关3甲乙烘焙实习1 2006竹旗上未完内门花东塘95年关3甲烘焙实习295年关3甲烘焙实习395年国际班调9实习1苏州联中慈路辽水库95年关2乙烘焙实习2006世界太阳能车拉力赛在嘉义195除以9除9 2006世界太阳能车拉力赛在嘉义295除以20 95年关3甲烘焙实习4蛋黄酥白果山风景区95年关2甲烘焙实习蛋黄酥95年3乙烘焙实习5蛋黄酥白果山广天宫95年嘉义市大典明月照湾角中秋晚会95年大同高商校庆卡拉 OK
比赛主旗清水公园阿里山分铁32号这主旗，清水公园石雕主旗公园 M24 战车主旗公园 FG 内之桃因艺园区阿里山分铁32号蒸汽火车头与台铁光华号通车40周年内角营区国防知性之旅，展示武器装备，介绍95年关三甲三关云都度假大饭店，95年民雄玄德宫庆城谢土其三朝元教，95年关二甲三关云都度假大饭店，95年关三甲三关同度假村2006新港国际社区艺术节彩街嘉年华万能科大库9北台湾北部三访之旅，火焰山温泉游乐区台糖月梅观光糖厂台糖326号蒸汽火车头台糖自制运糖火车头桃园街头中华樟脑博物馆95年金门之旅95年3对3斗牛篮球95.11.20义竹东后寮教堂2006嘉义9玉山高粱文化节晋升法师大考验爬108层刀梯嘉义安宫95年嘉义民雄向日葵花开95年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开幕嘉义酒厂石猴园区国立台中家商金龟车主联谊活动阿芬列路15周年庆活动阿里山铁路通车15周年中兴号特快车复驶阿里山铁路通车95周年苏昭旭教授登山铁路天展阿里山分铁路马车站95年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全95年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创意彩街95年度第11大铜杯计算技能技数学比赛办法及报名表96除以1除以18举行95年升平国中34周年校庆活动95除以12除以29 95年嘉义市国际管乐节管乐彩街95除以12除以23 94年作品2乐节3对3斗牛篮球赛1 93除以12除以29 93年3对3斗牛篮球赛2 94除以1除以5 94年吴哥窟之旅水往上流奇观93年夏七大同高商第2专场3仙台小野柳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花莲观光糖厂星光照福休闲农场花莲海洋公园花莲糖厂316蒸汽火车出场之本温泉饭店区94年梅山赏梅谷坑苦苓角步道小琉球之旅爬2尖山大尖山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之本四面佛94年嘉义县市私立高中职教职员华山践行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学员区94年内门凤江镇活动94年东云国中技职博览会94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4年湾角北极电绕境活动94年东河国中职博览会94年全中运在嘉义摆摊94年全中运在嘉义
按表演94年银河国中技职博览会南头绿美角油桐花开南头河景游戏区南头东山吊脚南头蓝田书院南头酒厂94年大同高商母亲节跳蚤市场义卖活动94年元崇国校校庆暨母亲节园夜游爱河高平西斜张角屏东大铁桥94年布袋太圣宫海界乡府子夜市东10余人码头2005南投花卉嘉年华94年南投展一级古迹王德禄墓园日月潭德化社日月潭慈恩塔日月潭光寺码头日月潭大竹湖步道日月潭孔雀园很像民宿之内湖国4年新东国中升学博览会乌树林车站94年白河赏莲94年游奋起湖达帮风琴特富野风琴94年奋起湖老街新港顶爱园乡铺馆访达邦国小用篮球当下深的女孩2005嘉义五月节龙舟在94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气球之会场布置台湾角梁的新建园大实习商店拍卖活动中埔乡草原水果也可以这样玩有趣的影像合成94年走马赖安土生童话节盐水月金港南昆代天府台唐南郡休闲广场国军 M108自走炮国军美到75山炮国军 F1除以 F 喷射战斗机台糖 Slide 24蒸汽火车头台糖953火车头史上10大完美照片大事爷庙中原普渡社头清水岩寺社头清水岩森林游乐区2水丰百广场2水林先生庙2水八宝镇2水老火车陈列场94年大同高商新生训练台西5条港安西府台塘340火台西观光海员消波快的故乡北港西旧铁桥94年中秋福安宫屏东龙泉青岛啤酒厂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屏东内埔昌韩玉庙屏东内埔天后宫94年探访民雄鬼屋9年嘉义世纪孔大典94年大同高商校庆卡拉 OK 赛季奥乃版94年中埔瓦沙米文化节中埔中华民俗村94年水上机场开放3关 F-70C 海鸥救护直升机 F-16 战机3关中传高雄自来水公园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立高雄参旅学院主题湘子云村古亭本 1-1H 通用直升机 O-58D 战搜直升5地前竹山子南宫级及大山女新书院化及满墨级及军机战车公园银河国中校庆运动会湾荣风华湾角荣民医院40周年庆大同高商第35届商3甲班同学录94年义竹国中校竹国4年时标4年对3斗牛篮球赛194年大林国中60周年校庆活动94年玉山国中44周年
校庆活动94年底国父奖功过耶诞节阿里山分铁23号蒸汽火车阿里山分铁31号 G 火车大同无缝技术学院社团来校表演阿里山分铁94周年庆香年华竹筒炮贾桂林 Jack Line 的生育之旅泳池立体艺术孩子的脸的千变万化乌龙吊车完整版南极蓝色趣味图片93年作品2004 92年家事管乐节海街93台北之旅全93台北之旅野味坊93年山林溪之旅北投地热古英歌陶瓷博物馆三峡祖师爷庙专竹超影歌歌星联欢晚会2004台湾花卉博览会台南市五妃庙93情人节嘉义市接吻大赛台湾府城成员南门段残疾93年佛光山花木其实一展中普独角仙农场道教神偶江野表演观摩会93年家事中校联运开幕时弄林场天望旗自然教学园区独立山国家步道93年嘉义国中生涯博览会嘉义国中93高三毕业团体照云嘉2尖山云林大尖山再探雄鬼屋大林糖厂382老火车云林东云国中93年嘉义县市府中波河在台南二中台南公园重道崇文坊93年主题国中纪实博览会飞扬的人生嘉义梅山地母庙93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3年银河国中纪实博览会93年图子国中湾角北极店93年湾角北极店绕境活动93辅大第8届体管系市场管理组同学会93年家事高空荡秋天大赛民俗技艺捏面人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全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同州共济民俗技艺唐冲93大同高商趣味竞赛袋鼠跳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两人三角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接力大赛93年大同杰卡纪比以及国历史博览会嘉义县大吉国中93年布袋太圣公海上祈福会乡93年活力青少年树枝土捏塑教学大同高商荣获 ISO 9001国际品质认证93年上第2长白北101金融大楼摄影比赛93年新港国中纪实博览会93年活力青少年气球造型研习生育教育站在世界最小地方嘉义县新港国中93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3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3年中普国中纪实博览93年新生暑期辅导活动围墙上的酒瓶太保市168公路车祸一瞥胡子市德兴里古厝群56年第4届毕业生照相81年资翻译毕业生照相93年高一新生训练
93年上学期开学，八33甲。毕业生照相93年宁雄大士爷庙普渡，屏东车城福安宫，屏东恒春万佛寺，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垦丁青年活动中心，滨海公园漫步，观山看日落，垦丁南湾游戏区，垦丁猫鼻头，垦丁白沙湾家乐水风景区。93年番路柿子节农产品促销会，93年紫云寺修护中，93年嘉义世纪孔大典，93年大同高商奥庆迎新旅游，93年左营春秋歌之旅，高雄市立美术馆，93年旗之旅，93年台南七股爬盐山垦丁凯撒大饭店，93年国庆我在家一车城海洋生物馆，台中科学博物馆走马赖农场陈永华故墓，2004年屏东半岛艺术季竹南火车站竹南后错龙凤宫，高雄林园水寺盐清水岩风景区杭荣公园，高雄林园石灰窑以西罗东南中学张廖家祠，崇远堂西罗福新宫历代妈祖神仙西罗镇文书院，93年嘉义高中职社团博览会圣宫女中，台南市开元禅寺，台南市鹿耳门镇门宫，赤脚门神，台南市四草大众庙，台南市台鹿耳门府城天显国立成功大学光复校区，93胡子市南主里向日葵盛开，台南市盐田文化村，台南市电大神荣胡子市南竹社区百年古井国立成功大学小东门遗址，2004年新港国际文化团圆节，93年埔子市南竹社区葵花季国立成功大学成功湖国立成功大学大榕树国立成功大学小西门古迹竹南五股宫国立成功大学历史文物馆旁古迹陈列，北埔冷泉新竹五指山北埔古迹，北埔老街之旅狮头山风景区，龙凤渔港竹南慈玉宫，93班际排球赛1关二甲 versus 商资二甲，93班际排球赛2关一乙 versus 商资 A 13班际排球赛3资三乙 versus 商资一甲 B 13班际排球赛4资三甲电商一甲13班际排球赛5商资二甲电商二甲13班际排球赛6资三 versus 关一乙13班际排球赛7资三乙 versus 商资二甲13班际排球赛8第三次预赛资三甲 versus 商资13班际排球赛9关亚军赛资三乙 versus 关一乙阿里山分铁25号蒸汽火车复出9营点欢喜斗阵型白俄罗斯马格利特小姐94年四季二专报考说明会93年关二甲餐饮实务实习
93年大集国中30周年校庆台南县麻豆镇曾文家乡93年水林国中纪实博览会云林国中新港阿新博粉园滨关子岭水火同源国道2高南投服务区东市林场之旅台中新光3月百货公司林观银台中签唱会93台中资讯展93年升平国中32届校庆93年大同高春晖才艺竞赛92年作品2003梅岭水婚炮联合报系休假中心南园921地震教育园区嘉义县中埔乡丰山果园嘉宝国92南京之旅余孝陵92南京之旅夜游夫子庙60年大同高商第8届毕业生照相92苏州之旅寒山寺92苏州之旅虎丘92苏州之旅三观禅寺备场92苏州之旅拙政园西罗大角通车50通赛92年春满大同高商花开92年玉山国中纪实博览会92年大同高商资一乙校园烤肉92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8年大同高商毕业生照相87年大同高商毕业生照相88年大同高商毕业生照相90年大同高商毕业生照相92年竹崎国中校庆活动方顺百香果热带水蜜桃竹崎清水公园阿里山30火车跑马赖槟城历年之大同商职老校刊竹崎国中升学博览会飞扬人生92国际班技艺竞赛大雅路阿里山火车餐厅92家事幼教教师网页研习报账花好感人一对恋人鸵鸟寄生兰92年冬女升学博览会大林堂长老火车霹雳果波罗密92年资一甲校园烤肉92年家事国中技艺竞赛成果展红龙果芒果火焰花人心国92年蓝潭践行记欢送毕业生竹崎龙山国校竹崎龙山竹岛健看屏东里港温富馄饨猪脚竹崎乡义人吊脚左营古迹北门左营古迹南门民雄乡内埔子水库左营古迹东门左营古迹孔庙左营古迹城隍庙左营旧城国小左营连池潭白河小南海无凤庙重修中华民俗村一白河赏联92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凤梨遮阳87年毕业生照相古坑慈光寺建湖植物教育学园咖啡树红龙果开花龙珠果毛溪翻莲嘉义仁义坛海涛法师嘉义公园消灾祈福法会独角仙市谢花嘉义公园大岩同嘉义市忠烈祠嘉义市史迹资料馆课树蛙嘉义市忠烈祠射日塔嘉义市后里园林子怀旧之旅西湖唐长老火车头92年实习商店期末拍卖活动大于92年竹崎女观音高阶梨兔销展售活动92年夏第2专场班92年暑期幼教网页设计研习班92年921重
重建区网页设计影像处理班92年921重建区丙级软体应用检定证照班埔子配天宫红乡温泉湾脚部初见现代与传统酒器展子禅 F104 战机圆山饭店蜗牛拍鸟2年民雄大士爷庙普渡里妈妈牧草织草领兵功殉职纪念碑民雄街头梅山公园105榴弹炮佛手 F1 战机梅山公园胜利女鸡蛋西口开元店竹崎公园关竹竹崎公园 F1 战机竹崎公园 M214 战车竹崎湾角步道竣工剪彩216号蒸汽火车嘉义市北门车站阿里山火车小车祸霹雳国际公带墨镜南恩禅492年高一新生训练布袋鱼市场布袋盐392年嘉县中秋月光光演唱会澄清湖青年活动中心康康支持字路口麻豆池王府军事公博2年大同高商秋3以上机实习92年大同高商防火逃生演习台北府城北门承恩门92年嘉义世纪恐年标本馆92年大同高商校庆迎新同年度甲村烤肉活动大同高商活力青少年油画研习草岭整装待发式慈玄宫太子爷公诞辰番美达那一股912番路世子节南2高3 B92年大同高商教职员校内进修一道半天严禁香92年家事律动景观展92年大同高商教职员校内进修2003爱国东路国际婚纱节谷坑绿色隧道92云科大埔子市南竹里向日葵花开92年竹崎农产品展售会92年梅山农产品展售会布袋戏南艺术学院竹编彩绘林鲜花大同高商发展辅导坊市南园休闲农场佛山观音岩98除以7除以19更新大同高商92班际波河再次三龙湖沿原住民石雕展流长复创存时空再现92年大林葵花宝典文艺季92年半天盐方文化艺术节92年大同高商观光事业科调实习92年资一甲店上机实习92年资讯教育博览会新港铁路公园92年大林宝典文艺季292年大林葵花宝典文艺季3新港公园生炒鸭肉羹主管泡云林包中大部花鼓对92年农藏文物展令人顶家贴案娘达喷雾造型92年大同技术学院太保分部新建新天鹅堡有趣动画92年嘉义高中职社区化专业研讨会92年都市原住民丰年祭嘉年华会92年大同高商教职员教指陶研习家事脑麻社会教育宣导员优惠国立勤艺技术学院92年大同高商3对3篮球赛92除以12除以9 92年大同高3对3篮球赛92除以12除以10 92年大同高商3对3篮球赛92除以12除以11 92年大同高商3对3篮球赛
12除以12除以12。92年大同高商家事跳蚤市场义卖活动92年大同高商两性平等教育活动92大同高商学生才艺竞赛92年大同高商3对3篮球赛2除以12除以17。92年大同高商3对3篮球赛12除以12除以18。92年大同高商3对3篮球赛12除以12除以19。92年嘉义区高中职社区化输入2年竹崎国中校庆活动92年底看阿里山铁路26号蒸汽火车2003社区总营造全国年会蒜头糖厂306 18号蒸汽火车鹿港手工做面线鹿港观光3轮车口吴和辽乌女子91年作品2002。91年大同高商特殊教育电脑研习班台南市民族文物馆90年底耶诞大同高商业景延平郡王祠延平郡王祠延平郡王祠台南孔庙91年上第2长班台南市临水夫人庙府城大南门大同高商与美圣道学地1年优惠令赏美91大同高商教职员台东垦丁之旅91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田中森林步道松柏领受天宫91年暑假家事幼教网页设计研习竹崎旧清水缴械定咸彩蝶摄影展91年资3上机实习91年竹崎中秋节晚会91年国语文竞赛91年班级读税91年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91年家事祭孔大典91年校庆同年度甲村烤肉西湖糖厂观光小火车蒜头糖厂观光小火车91年夏第2专长班91年夏幼教网页设计研习91年海涛法师立校演讲91年大同高商班季波和比赛陈妍如小姐婚纱香布小姐燕大同高商英语研习班高雄县私立中山工商奥万大赏枫教师进修乌树林点七谷盐山生态保育研习凤山古迹龙山寺凤山古迹东便门凤山古迹庆丰炮台凤山古迹平城炮台凤山黄埔公园埔里糖厂观光休闲中心七股盐山屋树林赏蓝藤纹溪口黑面皮路92年出家事约91年大同高商电脑中文输入比赛91年大同高商3对3篮球赛预警交保年纪念公园91年长江三峡之旅91年长江三峡之旅武汉三镇91年长江三峡之旅荆州古城91年长江三峡之旅子规划龙舟一区园91年长江三峡之旅子规区园祠91年长江三峡之旅三国赤壁谷战场91年长江三峡之旅91年长江三峡之旅岳阳楼91年长江三峡之旅秭归街上91年长江三峡之旅湖北武汉市古琴台91年长江三峡之旅
黄鹤楼91年长江三峡之旅，中华鲟鱼馆91年长江三峡之旅，石宝寨91年长江三峡之旅，丰都鬼城91年长江三峡之旅，三游洞91年长江三峡之旅，楚游宫鱼堰长江三峡之旅，虎亭三国谷战场91年长江三峡之旅，自九之旅，武昌东湖风景区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台中县立港区艺术中心90年作品。2001高雄内门南海紫竹寺高雄内门南海官亭紫竹寺看阿扁总统高雄内门官亭七星塔古坑铁国山南画报起义抗日烈士纪念碑盐水风炮佐镇宝塔山噶玛噶居寺盐水武庙盐水八角楼清华山德元禅寺清华山无凤故居清凤墓园吉洪畜牧园阿里山火车焦立坪车站阿里山火车水社寮车站竹崎乡文山村水道大林国中大林镇玉金清水公园大林国中纪实博览会90年阿里山樱花季开锣典礼一品夫人之50年蓝潭践行寻宝活动入港采风90年玉山国中校省彰化10点3大同高商读书会活动云南石林风景区云南九乡风景区嘉义公园嘉义市郊纸陶馆90年嘉义市高空荡秋天比赛9年一竹赛歌90年西螺大角观光节台北新公园木栅动物园嘉义酒类文物馆南投梅子文化暨水里蛇窑90技专统一入学商科市场90欢送毕业生园游会90年大同高商上第2专场班90年大同高商董事长交街90年奋起湖之旅跳地上的书法嘉诚瑞先10年接力赛90年澎湖之旅90年资二丁读书会90年家事幼教电脑网络研习双春滨海游戏区90年毕业典礼文化大学18王公庙巴里廖天丁庙民雄电台昆鱼之旅90校庆卡拉 OK比赛90年夏第2专场班90电子商务89作品2000剑湖山之福园古坑华山践行嘉义市收藏89年家世纪实博览会台中高公黄金枫林木开花王国生老师婚纱香布陈怡贤老师婚纱香布89年阿里山赏樱王国师水枯头文侯林学阿扁夫人故乡关田阿扁祖厝89嘉义市林森东路清教庆典家间受刑人作品展89年模范生选19嘉义市国乐节大同高商89年上期第2专场班木棉花89中继一比赛89年大同高商桌球个人赛一人吊脚89大业国中来校职业试探网络流行与89年大同高商英语朗读比赛相关9年大同高商大队接力赛89年大同高商母亲节怀孕感受日活动丘比多华巡回
为签唱会89年大同高商资3丁毕业剧组年大毕业聚餐设日，塔大同高商陈怡贤老师结婚，归宁宴客主题，千禧农剧展89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89年大同高商欢送毕业生，同乐会89年，莲子大餐89年大同高商期末实习商店大拍卖西安3支旅甲仙之旅，南西江家古厝甲仙镇海军墓园嘉义新角抗日英雄于清芳庙于清芳抗日英雄纪念碑，公园南华大高沙市特教班网页设计研习89年大同高商校长交接典礼，拉拉3支旅北2高关西休息站新竹中信学校89年长西事件89年一高职连州登记研辽抗日纪念碑3关士林官邸龟山岛宜兰东三河游戏区麦寮六轻阿妈公园海清宫包青天庙马云镇安宫脖子寮渔港89年大同高商新生训练庆中秋中正公园演卫大安公园班吴文化节吴凤城仁德西罗振兴公阿善之墓大同高商89年教育部来校评鉴89年嘉义市子节89年秋教师校内进修嘉南鸵鸟牧场嘉义市中央喷水30年庆大同高商89国中技艺班大业民雄庆成宫梅山生活艺术节庆支援主题清水公园左岸休闲小站三庆家商代差之前嘉县议会大同高商蔡主任曲席宴客大同高商89年夏第2专场班千禧年中普风华嘉义东乐一对新港股民国小凤江镇中普姑类展阿里山州族歌舞响宴业歌史展刘嘉玲师生教纸陶作品展大同高商系主任的爱心木瓜园茶山凉亭节89年私校大游行大同高商89年资一以读书会89年家事城隍庙清教大同高商89年底3对3篮球赛大高商89年底推动班级读书会大同高商90年初3对3篮球赛堂湖岭古道88年作品1999主题国小成功3访2 16号蒸汽火车头88年国中小教师专业资讯等研习茂林风景区之旅乡邻国小美梦成真大嘉义主题乐园计算机嘉义传奇8年大同高商乐队照相88年嘉市市运及中小学联运开幕老火车头 CK101 与 SL20 相会古坑华山登山步道87年阿里山上英家佛陈中嘉义巴掌西义渡碑88年春3甲上基实习台就3县鲤鱼潭角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新港阿新博分园滨直之旅岸24战车88年民生国中来校职业试探联课活动丢保龄球选琳达选安琪88年嘉义新艺展装置艺术展阿里山看日出
嗓音关心环保，嘉义勤游行88门季卡拉。OK。比赛88年班级接力比赛，福子中原、金门之旅九族文化村三关麦寮六清场古坑和包山步道的年模范生选举大甲妈祖绕境到新港驿马溪休闲农场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新中横公路北山花园农场之旅88年嘉义县文化节与圆满布袋88年上期第2专场颁布带看西洋布袋港布袋鱼市场布袋盐田风光88年班级篮球赛88年国中高职推荐的是南兴国中教师电脑研习88年欢送毕业生园游会东山88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88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家长会线路库88年莲子大滩阿伯乐88年下大同高商教职员校内嘉义学院天喜角88年实习商店期末大拍卖活动轻商会 MS Office 电脑研习泰国人妖秀合欢山德机关泰国皇宫古关半天岩子云四南田糯米角泰国渭河大角龙美奋起湖太和峰山草岭峰山峰景区之旅88年新生训练88年丙级树科试题溪头森林游乐区911集大地震88年国语文竞赛竹山里永庙88年资遗物上机实习旅1蟾蜍稳钻88年嘉义市爱石会年度大展新竹玻璃艺术88年顶级学科试题中普浊水潭绿岛之旅梨山大吉国中赈灾后援国小赈灾后日月潭之旅民雄鬼屋赈灾后吴玉林立体指标民大湖潭体彩绘县级88年资2甲上机实习88年技班实习88年下期第2专长班仁义潭先天玉虚功臣教官沙乡部中普无凤庙出口龙隐寺竹旗国中赈灾后竹旗国小赈灾民河中赈灾后关子岭地云寺路满国小赈灾后民河国小赈灾关子岭水火同源黎明国小不怕地震88年班季波何在陈教官杰克创意造型变装秀88年商2甲上机实习关子林子云电883对3篮球赛大同高商乐队麦当劳演奏88年学习之旅不会89年亚太管乐节天人才接88学年电脑中文输入比赛胡真退休资3丁欢送胡教官退休欢送胡教官退休夜宴89年春3典礼聚餐丰贵斗赏梅集及小镇地震后新草岭潭草山世界及武昌宫地震后七股大岩山89年春节由吴凤庙石冈水坝后天喜年之夜青山仙公庙小垦丁绿野度假村九鹏大沙漠百彩库正主席宴客台南市楼88年泰国之旅泰国民俗表演88年泰国之旅泰国大象表演台南安平古堡台南大天后宫安平东兴洋行古迹台南4.5
庙安亭小炮台垦丁之旅日月潭之旅87年作品1998我的一生成长天窝8礼拜86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86年高职连招登记9份之旅86年班级波河在白河赏河之旅李总统3支原新居10分瀑布之旅新港奉天宫3坊王德禄墓园 F16 战机展示86年爱国歌曲在探访北港香炉见过贝利角马探访民雄鬼屋农村文物公园86年祭孔大典85年爱国歌曲比赛86年校庆卡了 OK 比赛关田菱角蝶竹旗古典节梅岭梅花梅子鸡83公训活动奋起湖之旅嘉义档秋天比赛87年高3公训活动奋起湖大洞山台中公园之旅高雄月世界87年推荐真实校园之花3美达那伊谷之旅87年毕业舞会曼陀罗花87年嘉县东石龙舟赛实际班第1名毕业陈玉珍87年第2专长班17国中小幼稚园教师电脑研习87年国中职业试探87年班球在家义市鱼市场大同高商教务处大同高商就赵天87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观音瀑布之旅翡翠湾之旅基隆屿之旅86年欢送毕业生园游会台湾民俗村之旅主题2600街登山步道北线标志87网路咖啡夏令营蓝潭彩色喷泉新港国际社区儿童艺术节美国飞梦社区新港国际社区儿童艺术节都共舞新港国际社区儿童艺术节古民国小凤江镇台铁脚梁树极品于横平断脚台铁最高车站圣兴车站87年资3丁上机实习87年资2甲上机实习87年资2乙上机实习7年资2丙上机实习7年资2丁上机实习87年国际班上机实习87年资1乙上机实习87年资1物上机实习家事新建棒球场开幕典礼嘉义女中一队表演87鸟教师一班资讯素养研习87年校内国语文竞赛87年校庆行群报活动87年大同高商校庆教职员工月光晚会7年家事爱食会年度大展去看蒸汽老火车 A187年资3丁蓝图活动国家一级古迹集开辟洪荒美人树工地秀1工地秀2张瑞峰西花展古坑石头公园古坑石头庙12生肖石头南回铁路之旅南回公路风光100分钟游高雄港独立山登山健康步道麻豆鳄鱼王宝6年祥和杯舞狮记忆在蓝潭登山健康步道太平峰景区正成功神像及文物馆蓝潭常见植物87年爱国歌曲爱工地秀3
谢金燕到台南七股看黑面皮台南七股郑王府送电脑到大埔87年第2专场班87年防火逃生演习87年班际波河在吴青金雕大展87年猴雕户外创作87年珠心算检定胶纸陶艺展林延伸书展加义士228纪念公园关子岭红叶公园阿里山火车灾害修复通车嘉义旧北门车站夜访民雄鬼屋天母赖鬼屋出访16号蒸汽火车头梅山小瑞里之旅87年春打资格考87年高3毕业旅行87年猴雕创作票选87年嘉士跨年晚会斗六湖山沿溪罗大角环球商专田尾公路花园87年嘉士管乐节彩街活动87年嘉士管乐节表演活动87年电脑中文输入比赛教育义务自然类网站推介嘉义田寮靶场爱在阳光下关子岭红叶公园8年春三甲结业典礼正启瑞观念艺术展访16号蒸汽火头竹崎公园竹崎清水公园上列首页作品分类一郭长成之自我介绍我的一生成长天窝2大同高商活动纪实为大同高商写日记84年爱国歌曲比赛85年爱国歌曲比赛86年爱国歌曲比赛86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86年校庆卡了Okay. 比赛86年高职联招登记86年高3公训活动8年欢送毕业生园游会87年推荐真是87年毕业舞会实际第1名毕业陈玉珍87国中小幼稚园教师电脑研习87年国中职业试探87年班际篮球赛87年第2专场班87年高3公训活动大同高商教务处87年大同高下同商就照片86年班际波河再送电脑到大埔国小大同高商就照片87网络咖啡下令营国家图书馆资讯之旅87年资3丁上机实习87年资1乙上机87年新生训练87年资2甲上机实习87年资2乙上机实习87年资2丙上机实习87年资2丁上机实习87年国际班上机实习87年资1乙上机实习87年资1物上机实习87年资3丁篮坛烤肉活动17珠心算检定87年国中小教师一班资讯素养研习件庆81年大同高商校庆教职员工业光晚会87年校内国语文竞赛87年爱国歌曲比赛87年班际波河在87年第2专场班87年防火逃生演习
87年春三甲资格87年高三毕业旅行87年电脑中文输入比赛爱在阳光下8甲节活动丢保龄球88年国中小教师专业资讯素养研习88年教职员茂林风景区之旅88年大同高商乐队照相88甲上机实习88年民生国中来校职业试探88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88年班级卡拉 OK。比赛88年班级接力比赛88年选举88年上期第2专场班88年班级篮球赛88年国中高职推荐甄试复试88年男新国中教师电脑研习88年欢送毕业生园游会88年国语文竞赛88年大同高典礼家长会谢师宴88年下大同高商教职员校内进修及商期末大拍卖活动88年新生训练88年资一物上机实习88年商2甲上机实习88年下期第2专场班88年国际班上机实习88年资2甲上机实习陈教官乡88年班级波和赛陈教官结婚宴客88年3对3篮球赛大队88年学习之旅博览会88学年电脑中文输入比赛胡教官退休证主任曲习宴客王国生老师结婚宴客王国生老师婚纱相簿陈怡贤老师婚纱相簿89年第第2专场班89年英语朗读比赛89年大对接力赛89年母亲节怀孕感受日活动89年资3丁地餐89年资3甲毕业聚餐社日塔陈怡贤老师结婚归宁乐89年教育部来校评鉴89年毕业典礼89年欢送毕业生同乐会89年新生训练89国中技艺班国中蔡主任曲习宴客89年下第2专场班系主任的爱心木瓜园89年私校大游行89年资一艺读书会89年3对3篮球赛90年初3对3篮球赛89年底推动班级90.3大同高商读书会活动90年玉山国士探南建筑9商科试题解答90年欢送毕业生园游会90年上第2专场班90年大同高商接力赛90年资2丁读书会90年毕业90年家事幼教电脑网络研习90年校庆卡拉90年电子商务班91年初特殊教育电脑研习班90年底耶诞大同高商业景91年上第2专场
场班91年欢送毕业生，园游会大同高商与美圣道大学缔结姊妹校91。大同高商教职员台东垦丁之旅，台东之本老爷饭店屏东车海洋生物博物馆垦丁龙銮坛91年暑假家事幼教网页91年国语文竞赛91年资三病上机实习91年班级读书会91年校庆同年度甲春烤肉91年夏第二专91年夏幼教网页设计研习91年海涛法师立校演讲91年大同高商班暨波和比赛陈衍如小姐婚纱相簿陈衍如小姐结婚领宴客大于91年电脑中文输入比赛91年3对3篮球大同趣味竞赛92年春满大同高商花开92年玉山国中技职博览会92年资一乙校园烤肉92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83年毕业生照相87年毕业生照相88年毕业生照相90年毕业生照乡历年之大同商职老校刊92年资一甲校园烤肉92年家事国中技艺竞赛成果展92年蓝坛践行季欢送毕业生92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2年实习商店批墨拍卖活动92年夏班92年921重建区网页设计影像处理班92年921重建区丙级软体应用检定证照班92年高一新训练92年校庆迎新同年度甲春烤肉92乙2火逃生演习92年教职员校内进修192年教职员校内进修2大同高商发展辅导访视92年资一甲电脑上机实习家事脑麻社会教育宣导园游会92观光事业科调实习92年嘉义高中职社区化专业研讨会92年3对3篮球赛92除以12除以9 92年教职员教指陶研习92年3对3篮球赛92除以12除以10 92年3对3篮球赛92除以12除以11 92年3对3篮球赛92除以12除以12 92闹早市场义卖活动92年两性平等教育活动92学生才艺竞赛92年3对3篮球赛92除以9对3篮球赛女92除以12除以18 92年3对3篮球赛女92除以12除以19 92年嘉义区高中职社区化中文输入比赛13高3毕业团87年毕业生照相93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3年活力
树枝土捏塑教学93年实习商店期末拍卖活动93大同高商趣味竞赛全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同州共计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接力大赛93年大商趣味竞赛袋鼠跳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两人三角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颁奖93年大同高商母亲卡片设计比赛大同高商荣获 ISO 9001国际品质认证大同高商第8届毕业生团体照 60.6 第2年气球造型研习生育教育站在世界最需要的地方93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3年大同高商毕业礼93暑期辅导活动93年高一新生训练93年上学期开学典礼93年大同高商校庆迎新旅游93班级排球赛官二甲 versus 商资2甲93班排球赛官1乙 versus 商资1甲13班级排球赛资3乙 versus 商1甲 B 93班级排球赛资3甲 versus 商1甲9班级资2甲 versus 电商2甲93班级排球赛资3甲 versus 官1乙9赛资3乙 versus 商资2甲93班级排球赛第3次预赛资3甲 versus 商资2甲93班级排球赛官亚军赛官4年4季2专报考说明会93年官2甲餐饮食务实习93年大同高商春晖才艺竞赛93年3对3斗牛篮球赛50 3除以12除以29 93年3对3斗牛篮球赛94除以1除以5 93年夏7大同高商第2专场94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4年大同高商母亲节跳蚤市场义卖活动94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4年大同高商新生训练94年大同高商校庆卡拉 OK 比赛季迎新活动高商资料处理科94年3对3斗牛篮球赛1大同无缝技术社团来校表演大同高商第35届商3甲班同学录94年春晖才艺竞赛94年3对3斗牛篮球赛95年初3对3斗牛篮球赛395年初3对3斗牛篮球赛495年官3甲副高赛35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5年初3对3斗牛篮球赛495年官
三甲赴高雄校外三关交。学95冬民国中技职博览会95年班季播何在？95除以5除以1。95年班季播何在？95除以5除以2。95年班季播何在？15除以5除以3。95年班季播何在？95除以5除以5。95年班季播何关亚军赛。95除以5除以8。95年大同高商母亲节捐血跳蚤市场义卖活动。95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5年商资一甲班校园烤肉。95年新生训练。95年关三甲乙烘焙实习。195年幼教电脑应用研习班。95年关三甲烘焙实习2真3实习395年关2乙烘焙实习。95年幼教电脑应用研习班。95年大同高商语文竞赛。95年关2甲烘焙实习蛋黄酥。5年关3乙烘焙实习蛋黄酥。95年大同高商校庆OK。比赛。95年关三甲三关云都度假大饭。5年关2甲三关云都度假大饭店。95年关三甲三关同年度假。95牛楼赛。95.11.20。95年度第11届大同杯计算技能技数学比赛办法。96除以1除以28举行。大同高商95学年国际班烘焙课程。大同高商95学年初会系竞赛。大同高商95学年班级排球赛。1大同高5学季排球赛。4 96除以1除以9教师组队大同高商95学年班级排球赛。3 96除以1除以8大同高商95学年班级排球赛。2 96年大同高商教职员自强活动。知本森林游乐区96年初大同高商校长交接大同高商教职员自强活动。关山骑自行车96年大同高商高三毕业生团体照。96年关三甲乙班校园烤肉。96除以3除以22。96年大同高商第一季师生庆生会。56除以3除以22。96年大同高商篮坛践行活动。96除以3除以23。96年大同高商我爱大地春播种活动。96除以3除以23。96年大同高商以及电脑检定及格名单。96年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资三甲。96除以3除以16。96年大同高商第二班生活照。关三甲乙。96除以3除以16。9年大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电商三甲。96除以3除以16。96年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商资三甲。96除以3除以16。96年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业实际秋三甲乙。96除以3除以16。96
96年大同高商杨玉成金甄选进入嘉大96年大同高商图书心得比赛。96除以4除以9。96年3月份大同之星颁奖。16除以4除以9。96年民和国中升学博览会。9除以4除以11。嘉义剧报报道郭长成老师网页的作丰富。16除以4除以10。96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以10。大同罗惠美主任获选嘉义市校行楷模。96除以4除以12。96年我爱大地系列活动。认识植物。96除以4除以11。我们关一甲这一班。96除以4除以15。一甲调90席。96除以4除以16。96年大同高商我爱大地系列活动。动物的观赏。96除以4除以17。96年大同高商实弹射击。打靶。96除以4除以18。96年大同高商射击预习。96除以3除以14。自由时报报道郭长成用镜头写日记夫子网站大热门。96除以4除以24。自由时报报道大同高商校园黑官筑巢。96除以4除以26。96年大同高商调中文输入检定大同高商校园黑官麻木筑巢观察。96除以4除以27。22分之5。96年大同高商防震地灾演。96除以5除以4。96年大同高商防溺宣导。16以5除以14。嘉义市国中技艺竞赛颁奖季成果发表会。96除以5除以10。96年大同高商母亲节活动。5商4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6除以5除以14。96年4季2专统测家商考场。大同技术学院考场。96除以5除以19。大同高商祝贺连俊一录取国立高应大。96除以5除以18。大同高商祝贺贝博录取国立南艺大。96除以5除以18。大同高商校园黑官麻木筑巢打17。96除以5除以22。大同高商祝贺杨玉成女国立台湾体育学院。96除以5除以22。大同高商96年教师进修鳌骨湿地生态研习。96除以5除以23。自由时报采访大同高商林县秦校长。96除以6以4。96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6除以6除以8。96年大同高商语文竞赛。96除以9除以17。9年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马来西亚参访之旅。96除6除11。96年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马来西亚参访之旅。96除以6除以11。
96年上大同高商实习商店大拍6除以13。大同高商朝会时间 underscore 国文诗歌朗诵96除以9除以11。大同高商朝会时 core 英语绘画96除以9除以12。同高商朝会时间 underscore 日语绘画96除以9除以13。96年大同高商校庆卡拉 OK 比赛96除以9除以28。96年大同商生嘉义市古迹群里96除以10除以5。96年下大同高的鸡打靶96除以11除以14。战英法师来校演讲96除以12除以10。96年大同高商班级读书会96除以11除以30。96年秋大同高商师生攀登大洞山96除以11除以23。战英法师来校演讲96除以12除以10。96年秋官三甲中餐烹饪实习96除以12除以12。96年底电脑中文输入比赛96除以12除以17。96年大同高商观光客生日本参访之旅96除以12除以19。96年日本之旅96除以12除以19。96年底大同高商春晖竞赛96除以12除以28。96年底大同高3对3篮球赛96除以12除以17。96年大同高12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7除以1除以7。大同商朝会时间陈怡贤老师介绍年画97除以1除以8。大同高商师生职场3观光泉及王子饭店96除以10除以19。96学年上学期大同高商实习商店大拍卖17除以1除以11。96年底师生排球赛96除以12除以26。97年毕业生拍团体照97除以3除以6。97年毕业生各班拍生活照97除以3除6。97年第一季大同高商师生庆生会97除以3除28。97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活动97 4除以11。97年大同高商学生走秀定妆 underscore 春天游戏97年大同高商与大同技术学院策略联盟茶席成果展97除以4除以22。97年春3对3都赛春天游戏97年大同高商与大同技术学院学生走秀展演97除以4除以23。大同高商祝贺资3甲8万庭高职繁星计划推荐甄选录取国立高应大资管系970424。
2008桃城石猴雕刻展在大同高商。97除以4除以29。97年大同高商防密宣导。97除以5除以5。大同高商祝贺资3甲班陈进宜高职繁星计划推荐甄选录取国立湖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900501。大同高商举办四川强震爱心募款活动。95、14、21。97年大同高商防震避难演练。97除以5除以2。大同高商祝贺官3甲班黄汉堂同学经体育绩优推荐甄选录取国立嘉义大学体育系。97除以19。97年大同高商欢送高3毕业生摸彩活动。97除以5除以22。97年下大同高商校园蓝天白云。97除以6除以9。97年四季2专统测试题。17除以6除以17。97年下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活动。3。97除以5除以23。97年下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活动。统一梦时代购物中心。97除以5除以23。97年下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活动。三观国立高学院。97除以5除以23。97年下大同高商校内黑关马路观察。97除以6除以9。97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7除以6除以10。97年下大同高商校园蓝天白云。97除以6除以9。97年大同技术学院毕业典礼。97除以6除以14。97年四季2专统测试。97除以6除以17。97年下关2甲中餐烹饪实习。97除以6除以19。97年大同高商校内教师进艺术师谱认识与习作。97除以6除以25。97年大同高商教师进修发现植物之美，花草树木生态田尾。97除以6除以27。门市服务丙级技术士技能检定术科测试笔试试题。97年暑假大同高商美容课。7除以7除以3。97年下关2甲中餐烹饪实习。97除以6除以19。门市服务丙级技术士技能检定术科测题。97年大同高商校内教师进修艺术生活树枝谱认识与习作。97除以6除以25。97年大同高商教师进修发现植物之美，花草树木生态研习田尾。97除以6除以27。97年暑假大同高商美容科意见活动。97除以7除以3。97年大同高商进修爱我乡土布袋红树林生态研习。97
97除以7除以10。97年大同高商庆祝校庆卡拉。OK。比赛。97除以10除以3。大同高商关二甲。三关奈斯王子饭店。97除以5以3。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关二乙。三关奈斯王子饭店。97除以9除以30。97年底大同高校学高雄之旅。97除以12除以12。97年底大同高商3对3篮球赛。97除以12除以11。大同高商3加2008中华杯美容美发大赛胜利归来。92除。97年大同春晖才艺竞赛。97除以12除以31。2008中华杯美容美发竞赛。97除以12除以28。98年初大同高商寒冬送暖活动。98除以8。98年初大同高商实用技能学程访视。98除以5。98年初大同高商辞旧岁迎新年餐会暨退休员联谊活动。98除以1除以19。98年2000高98除以1除以5。98年大同高商毕业生拍照。98除以2除以23。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关三甲。三关奈斯王子饭店。97除以10除以2。98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8除以4除以10。98年春大同高商校外教学9族文化村之旅。98除以27。98年大同高商师生三关无缝技术学院。98除以4除以9。98年大同高商业实际毕业生拍照。8除以2除以23。98年关一甲调酒检定模拟。9除以4除以22。调查局副参组来校做查会选法令宣导。98除以4除以20。98年嘉义区高中职学生创除年大同高商庆祝母亲节音乐会。98除以5除以4。98年夏大同高商庆生会。98除以4除以24。98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8除以6除以10。98年大同高商教师进修书法研习。98除以5除以20。98大同高商关三甲中餐烹调实习。98除以9除以20高师生日本琉球参访之旅。98除以5除以31。98日本琉球参访之旅。全。98年大同高商新训练。98除以8除以28。98年大同高商庆祝校庆卡拉。OK。比赛。98除以10。98
年大同高商防火逃生避难演练。98除以9除25。晨间活动玛雅文化介绍。98除以10除以20。98年大同高商与大同技术学院策略联盟计划发至90除以9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8除以10除以19。98语文竞赛颁奖。98除以10除以19。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大爱瓷器介绍。98除以11除以5。大同商晨间艺文活动咖啡介绍。98除以11除以4。9学期7中考各班前3名颁奖。98除以11除以2。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学年学分制介绍。98除以11除以6。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吴纯秀老师介绍三国人物关羽。大同高商98年商资2甲教室布置第1名。98除以11除以6。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辅导是周5感动时间。98除以11除以13。98年大同高商反毒宣导。98除以11除以9。98年第9届华容杯海峡两岸彩大赏赛美2甲囊括前3名现奖。98除以11除以2。大同高商98年11月官2甲班烘焙实习。披萨实作98米大同高商实用技能学程访视。98除以11除以12。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刘仲强老师介绍日本富士山。98除以11除以12。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刘仲强老师介绍日本儿童节。98除以11除以19。98大同高系活动西服爱物演讲。98除以11除以23。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徐玉慧老师介绍印第安人。90除以11除以18。99年2001时大同高商阅历。98除以11除以24。98年底大同高商班3对3篮球赛。98除以11除以25。98大同商租税宣导话剧表演小茶壶剧团演出。98以11除以20。98年底大同技术学院98级专题毕业联合成果展。98除以12除以18。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刘仲强老师介日本怀石料理。98除以12除以17。98年底大同高商美容美发竞赛得奖朝会时间现奖。98除以11除以26。大同高商晨间艺文活动徐玉慧老介绍美丽宝岛。98除以12除以16。98年大同高与大同技术学院策略联盟计划认识。QR code. 吉安人理事。